人到晚年都希望有個安樂窩，好好咁享受退休生活。對於一間屋嘅設計，更多傾向於舒適同埋舒服。今次我哋嚟到跑馬地嘅聚文樓，睇下一對回流返香港退休嘅夫妻，設計師又幫佢哋做咗啲咩設計啦。我記得上一集嘅邁阿密海灣都係一對退休夫妻嘅單位嚟㗎，全屋貓貓嘅設計我仲歷歷在目。今次呢一個單位又有啲咩特別㗎？今次嘅單位呢，就有唔少嘅中國特色元素。業主作為一對回流返香港退休嘅夫妻，佢哋希望混合咗中西文化。設計師就喺玄關旁邊佈置一幅梅花同月亮為主題嘅中式牆畫，充滿詩意。客廳方面呢，就用咗北歐小品為題，對比鮮明，又唔會失去視覺平衡。全屋用胡桃木色配白色 PU7 為主調，顯出清雅嘅意境。呢種木材嘅色調有種好沉穩嘅感覺，都好唔常見喎。係㗎，只不過深色容易增加人嘅壓迫感，所以設計師就秉承住 less is more 嘅原則，喺佈局上盡量減少不必要嘅物件。而為咗將整個單位佈局更加通透，設計師以半開放式廚房搭配吊門連接吧台，令原本嘅緊廚變得明亮而寬敞，提高生活空間。咁呢間屋啲房又係點㗎？有冇咩特別設計？呢間屋總共有2間房，一間係主人房，而另一間就係多功能房。單位主要都係2公婆住。主人房配有充足嘅收納空間，一體式床連床頭櫃同埋到頂衣櫃一應俱全。間中有親友過嚟就住多功能房。呢間房平時係書房，需要時就可以將反床放低變成睡房。我哋上一集都有介紹過呢個設計，喺寸金尺土嘅香港，好多業主都中意呢個非常實用嘅小巧思。呢間屋嘅風格比起以前講嘅單位真係好唔同啊！之前一直都係睇開一啲北歐風嘅設計，今次嘅單位就融入咗一啲中國元素，感覺更加優雅自然。對於作為退休人士嘅業主，一定住得順心又順意啦〜